就是第一堂台语礼拜，然后延续到第二堂华语礼拜。其实有时候这语言要转换，真的不是那么容易。有时候台语刚刚就写个好记后比喻啊，忽然变成最好朋友，会觉得忽然会转不过来那个语言，所以我很了解他的痛苦，因为每次牧师跟传道要这样转换的时候，其实也蛮痛苦的这样子。好，那我们上个礼拜呢，还记得上个礼拜说什么吗？上个礼拜我们有谈到人际关系的界限，有讲到吃蜜，蜂蜜的蜜哈，有讲到吃蜜过多不好，对不对？如果吃蜜过多，就是会自以为意，然后会容易咄咄逼人。然后也有谈到我们要有怜悯心啊，要有同理心。当我们给自己机会的时候，也要给别人有机会，有那个调整的空间。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如何面对我们的仇敌，就是所谓的仇敌，就是一概就是指那个你看不顺眼的那些人啊，好，那我们要怎么对这些人呢？就是他们如果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们喝水，这是最基本的需要。那如果站在信仰的角度上呢，就是我们要给他基本的，就是最基本的我们要接纳他，好，我们要接纳他，然后更好一点可以邀请他一起同工，好让他这个生命可以继续连接在葡萄树上，可以有机会，因为连接在葡萄树，这个生命才有机会改变嘛，好，才有这个机会，所以我们要给自己机会，给别人机会，这样。好，那这个礼拜的经文呢，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经文，再次延续在人际关系方面的课题。我们要着重的面向是，我们要如何选择朋友，然后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交朋友，又如何透过朋友来认识自己，来反思自己的信仰。好，我们来到经文，在这一段经文之前，本来其实牧师选的经文是从11节到21节。其实不是因为让听一台语不用讲那么多啊，也是因为11节到16节比较不是今天要讲的重点，所以我就稍微带过一下。在11节，如果你有跟着新眼光读经，就会读到11节，特别是13节到16节有提到3种人，我们要躲避。有3种人，第一种人就是为陌生人，或者是为外邦女子，就是不守诚信的人做担保。那这样子对你不认识他，你还为他做担保，那代表这样子的人，他只凭血气在做事的，好，只凭血气在做事，他没有办法分辨好坏，常常让自己陷在一个患难中，因为你不是那么认识他，你凭着血气你为他做保，那他跑了，那这个债务是你要自己扛吗？好，所以这样子的人呢，我们要尽量避免跟这样子的人做朋友。那再来第2种人呢，圣经说清早大声给朋友祝福的人，或许大家看这个经文觉得，要给人家祝福不好吗？可是他在清早都还没睡饱，要给他硬挖起来，还大声给人家祝福，这是怎样？就是代表这样子的人呢，他们在不对的时间，用很不自然的音量去给人家祝福，让人家很不舒服，很不舒服。这样子的祝福好像就是一种咒诅，是一种虚伪、假情假意的人。好，这样子的人呢 ，OK， 拜拜，也不要跟他有任何的干涉。然后又说，有一些人呢，什么事都看不顺眼，一天到晚埋怨，只会抱怨，说东说西的。这样子的人呢，我们也最好的远离他，远避他，避开他。好，圣经在13节到16节提到这样的3种人，我们要躲避，我们要避免交到这3个朋友。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没办法选择我们的群体，比如说我到公司上班我的同事就是这些人，或者是我去学校念书我的班级、我的学年就是有这样子的人。好，甚至于可能在教会也会发现这样子的人，因为我们都是人嘛，都是蒙恩的罪人嘛。所以那怎么办呢？我们又不能说我不要去上课了，我不要去上班了，因为有这样的人在。如果真有这样子无可避免的情况，那我们就是要当心自己不要被影响，因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有的时候，常常我们会被一些不好的言语跟不好的氛围影响的时候，会不小心我们会不自觉的变成像他们一样。所以，我们就首先要当心，不要被他们影响，也要提醒自己提醒自己不要成为这3种人。好，也要反省自己，不要只是
看别人，要看自己啊，哈，要反省自己，不要走这3种。好，当我们会挑选朋友之后，接下来要看的经文，在一个基础上是我们都已经知道怎么样挑选，怎么样去选我们的朋友。好，那接下来就是看我们要怎么样用怎样的态度来交朋友。在第18节说，看守无花果树的必吃树上的果子，敬奉主人的必得尊荣。这里突然冒出了无花果树，意思是用无花果树要做个比喻。无花果树在以色列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有经济价值的一个作物，它的果子，当一棵树，这个无花果树长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一开始结果子还没有那么多，然后它一年一年它的结的果子会越来越多，好多到非常的丰富，而且它的果子还可以晒成干，变成果干这样子。好，然后所以呢，那果干就可以存放很久，就代表说我们交朋友如果像交好的朋友哈，就像你栽种一棵无花果树，它可以带给你的效益是很长久的。就好像无花果无花果干带给我们的效益是很长久的这样。所以我们要经营一段好的友谊，需要长时间的观察跟互动，就像种树一样，不是短时间内的。那在种树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怎么样？要很用心。那在我们信仰上，就是要用敬虔、敬畏主、上主的心来交朋友，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最基本的。因为当我们跟上帝有正确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用正确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朋友。我们会互相尊重，不随口埋怨，也不会轻易的批评跟攻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也不过是蒙恩的罪人，我们自己也不过是上帝所差派的仆人。哥林多前书4章这里有说，使你不同的是谁呢？你所有的有哪一个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那又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所以呢，我们要用敬畏上帝的心来经营朋友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就容易经得起考验。好，再来就是种树嘛，你要让无花果有好结果子。我们可能比较知道是葡萄树要结葡萄，需要适时的修剪它的叶子，不然它的叶子会吸收太多的养分，以至于它的果子就长不好。无花果树也是一样，果树你要让它长得好，果子长得肥美又多，就是要适时的剪它的枝叶枝子。那我们在一个像我们现在在一个什么都要讲求快速又要有效率的这个年代，常常夹杂着各种复杂的情绪，因为整个东西处理都要太快，所以我们的情绪还没办法那么快的消化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按着我们的情绪来处理事情。那这样子的情况呢，我们又有的时候，特别在我们上班的学生可能也会有啦，就是我心情不好，就是不想考试了，就硬要考试，你就是要面对考试了，你就要把你的心情各种情绪给压抑下来。好，我们常常被在要求有限的时间里面要做到无懈可击。不管老板或者是你的主管要求你们，就是程式就是要写出来了，我管你怎么样，一直给你打回票，但是我就要限定时间，你就是要把一些程式交出来。我不管你高不高兴，身体好不好，考试时间到了，你就是要考试，然后成绩一翻两瞪眼，白纸黑字，这样很清楚。我们常常在要求有限的事情、有限的时间内做到无懈可击，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很多事情都不太可能，特别是在处理人的关系，在处理人的关系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速成的，是没办法速成的。人这个字写起来很简单，两画而已。我晓得你们小时候在那个写字小学生在写那个作业，那笔画越少的，我很不喜欢写那个笔画少的字，因为笔画越少的字越难写的好看，越难写的好看。就每次就觉得，这样好像扣了一点点，那笔画很多的字就很容易写的，觉得还不错，方方正正的，还蛮比例啊，各方面都还蛮好抓。那笔画少的字就是很容易就擦掉重写，就怎么样都不太满意。好，所以人这个字呢，写起来很简单，可是却完全不是这么回
的事情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我们就，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它的处理的方式就不一样，就好像我们吃药，同样的病症，同样的药物，像子群当兵嘛，以前传道他也当兵，在当兵的时候，你如果不舒服，其实那个军医啊，那个军医官都会开 Scanner， 就是开止痛药，然后不管你哪边痛，就 Scanner 止痛药一颗给你这样。好，药给你了，可是每个人的反应，吃药的反应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很快就止痛了，有的人可能还要再吃第2颗、第3颗。好，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一个真正的朋友会谨慎观察，我们彼此的关系，或是彼此的那个情绪，内心生命状态跟我们的行为，因为我们的生命状态会影响我们的行为。跟栽种无花果树的人一样，他会仔细的观察，如果这个果子今年好像不太妙，感觉好像他就知道说，可能他在修剪枝叶或者哪些部分他需要做调整。好，如果有朋友发现我们有过多的那些枝枝节节该修剪，他提出了谏言跟忠告的时候，忠言逆耳啦。可是当我们的朋友对我们提出一些提醒跟忠告的时候，我们应该要信任我们的朋友，相信他们的提醒跟责备是出于善意的。像今天的经文的前面有说27章第5节、第6节说，当面的责备胜过隐藏的爱情，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敌人的亲吻却是多余。有读心眼光都有印象都有读到这样的经文。好，所以以上所说的，我们透过无花果树，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要怎么样去对待我们的朋友彼此的关系。接下来牧师要带大家思考，就是说这样子的朋友关系，我们可能会透过这样子的朋友关系，会对我们的生命产生什么样子的影响跟变化。我们要怎么样透过朋友关系更认识自己，更认识上帝。好，第19节说，水中照脸，彼此相符，人与人心也相对。当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交朋友其实不太一样。可能在小学生可能比较不会想那么多啦，可是到了中学，就是国高中这个，可能甚至也有大学，可能交朋友比较属于情感层面的部分比较多，就是我看得顺眼，看外表，我凭感觉的，我觉得我跟你是一挂的我就会跟你在一起，就一群那种一挂的，我就会在一起。那种凭感觉的成分比较多，理性的成分几乎没有。即便你觉得这个朋友讲话是对你好，但是就是他讲的话，就是你就是很不爽，我就是不想跟你在一起。我跟其他人在一起，然后开始有些就有一些小团体就出现了。理性的成分很少，可是当我们慢慢长大，从国中到高中到大学到出社会，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理性的成分，我们开始会思考，在过程当中，理性的成分会慢慢加进来，我们会晓得说，会开始知道，其实他讲的也还蛮有道理的，好像他真的也还蛮认同我的。因为说实在话，他如果不认同你，他不在乎你，他跟你讲这么多干嘛？他就不要跟你讲那么多啦，对不对？他就放给你烂就好，他干嘛讲这么多？好，所以19节说，水中照脸，彼此相符，人与人心也相对。朋友与我们彼此之间就好像一面镜子，互相照来照去，照应。我们会在我们朋友的身上会反映出我们的行为，反映出我们的本相。所以当朋友发现我们有一些需要修剪的地方的时候，那当他这样跟我们讲，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会在一个情绪，在那个当下，我们会觉得可能很没面子。这是最不好的状况，就是我们会觉得很没有面子，会觉得你都不了解我，如果你是我你也是会像我这个样子啦。很多时候我们
一个情绪来，就会觉得说你根本不了解我嘛，我会觉得自己好像被背叛，就觉得他不安慰我，不跟我站在一国的，不挺我，哇，还在那扯我后腿，说我这样好像不太好，说我那样也不太好。有的时候那个情绪来，然后呢，如果没有再继续往前的时候，可能我们情绪会失控，我们就会暴怒，可能就会发怒，两个就会吵架，或者是冷战，我不理你，这样子的人，拜托我不理你这样。这其实都是因着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骄傲在，我们都不想被看清，不想被看扁。朋友嘛，都同辈的嘛，你看到我有什么不对，好像你比较厉害，你凭什么这样？心里会 always 很多东西，就是说你也没有做得比我好，我觉得你哪边好像也是怎样，然后你现在说我，就开始那种比较，那种骄傲，那种想比较，想要赢的那种心就跑出来。所以20节才会说，阴间和灭亡永不满足，人的眼目也是如此。我们人的欲望，我们的骄傲，我们想要自以为大的那个本性，是永远没办法满足的。我们总是会因着外表的东西，会失去了那里面那内在最重要的那个部分。好，所以呢，当我们没有办法冷静下来，在情绪很高涨的这个时候，同时其实我们也在朋友的这个镜子里面看到我们自己无能为力，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跟无助，而且特别是看见自己要失控。因为当朋友提醒我们，他会提醒我们，可能有些事情代表我们做不到，我们也想这样做，但我们做不到啊。好，或者说我们因着懒惰不想被训练，然后就说自己做不到，那种挫败、那种羞愧，还有对自我的否定，然后再加上一大堆事情搅和在一起的时候，很多时候那样子的打击跟伤害是双重的，是加倍的。因为你不只是从你朋友的耳朵里听到了那些提醒跟责备，那样子的觉得很刺耳，然后你又更深一步看到自己内心缺乏软弱的那个状态，那个其实是还蛮让人无法自拔的这样子。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没有适时的让自己的情绪，让自己的那样子的一个情绪一直压下来，让自己冷静的话，其实彼此的关系就很容易出状况。所以当我们听到如果有朋友责备我们、提醒我们必须要先压制自己的情绪，谦卑祷告，问上帝说：上帝啊，这朋友给我这个提醒，到底是不是你给我的提醒？当然我们要查验，是不是？我们要先安静下来，因为我们要安静下来才能过滤杂音啊。有喜欢看影片的人，我们自己家还蛮喜欢看那种警匪枪战片，这种片我们还蛮爱看的。好，当我们看到那种警匪枪战的时候，在那种在一个隐秘处他们要对决的时候，怎么样？一定要保持安静，一根针掉下来的声音都要听得到，那样子的安静，然后你才能分辨敌我双方到底在哪里。谁先出声，马上就会被对方感应到你在哪里，然后你可能就会被对方先发制人，你就会输，就是比较容易会先被击杀这样。所以我们要先保持安静，才能过滤那些杂音。然后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才能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在基督耶稣面前，所有的其实在耶稣基督面前，所有的情绪跟羞愧，都在十字架被抵消了，都在抵消。因为耶稣他了解我们，他知道我们的不足跟有限，他知道我们的委屈跟愤怒，他知道埋在我们内心深处那最不可告人，也不想告诉人的秘密。怎么说呢？我们先来看经文17节说：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就是朋友互相的切磋砥砺也是如此。就是
互相切磋履历的时候，就好像铁磨铁啊，磨刀这样磨得很利这样。当我们的朋友把我们的软弱、缺乏，我们最不想让人知道那个部分一直被熔炼出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去面对？我们是不是有勇气去面对这些失败？这些所谓的失败，这一切其实正在锻炼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啊。罗马书第12章说：“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的信心来衡量，看得合乎中道。”我们要学习用上帝的眼光看自己，在那个情绪很高涨的当下，我们要安静，压住自己的情绪。我们要先学习用上帝的眼光看自己，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很多时候我们是把标准定得太高了，然后我们一直好像在追，要达到那个标准，始终达不到的状况下，我们就会觉得很丧志，以至于呢，我们变得轻看自己，也失去对上帝的信心，变成一种自卑啊。其实上帝并没有轻看我们，更没有用高标准来衡量我们。相反的，他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用他的生命来挽回我们的生命，他把我们生命的一切的不堪都揽在他自己的身上。所以，当我们跟主耶稣面对面的时候，也像是拿个镜子在照。当我们跟主耶稣面对面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一群愚昧的罗马兵丁吐了耶稣一脸的口水，辱骂他，唾弃他，嘲笑他，戏弄他。当我们看见一群无知的群众轻看耶稣，在围在那个耶稣背十字架的过程当中，对他指指点点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不管是罗马兵丁对待耶稣，还是那些围观的群众对待耶稣，我们都会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耶稣所背负的所面对的那些屈辱，其实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可能会面对到的屈辱。就像刚才牧师讲，当我们的软弱、最不可告人、最不堪的一些东西被挖出来的时候，我们能感得到的一切的羞愧、无人能理解的无奈跟悲愤，其实全都在耶稣的身上被反映出来。那充满羞辱、愤怒的鞭伤，原本应该是打在我们身上。那几乎要失去性命所流的血，几乎要远离开上帝的这样子一个状态，也是耶稣为我们流了。他流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他替我们担了下来。在以弗所书2章有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乃是上帝所赐。”上帝怜悯接纳他所爱的人，我们也应该要借着对主的信心接纳自己，接纳自己的失败。刚才在敬拜赞美的时候，牧师很感动。那个时候，上帝让牧师想起了一个见证，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在台语堂没有的，也是刚刚牧师才有这样的感动。其实牧师在过去我在刚信主的那段时间，其实我非常的痛苦，因为我不晓得什么叫做爱，我不晓得什么叫做上帝接纳我，还不是那么的清楚。所以当我在一直寻求上帝的时候呢，那我的人际关系在那个时候，其实牧师的人际关系是很破碎的。我对自己非常的没有信心，因为我在跟人的相处上，我发现了我这个人是很糟糕的一个人。然后我在不断的寻求的时候，有一次在牧师一次很长的祷告里面，那次大概祷告了快1个小时吧。好，上帝让我看见了一个影像，就好像镜子这样映照。以前有那个
有看过胶卷底片的，请举手。这个眼镜有一点年纪，才会看到的胶卷底片，我手放下来。那要怎么形容胶卷底片呢？就是好啊，你们现在知道 PPT 啦，哈，就好像我们放 PPT 这样子啦。我在那个祷告的过程当中，上帝让我看，我就讲 PPT 好了。上帝让我看到一连串的 PPT， 上面都每一页的 PPT 都有我在干嘛？上帝秀出了那些 PPT， 那些胶卷影片，一个的，他让我看见我的过去很不堪的那一些往事，就好像在数算说，黄之美啊，你做了这个事我知道，这个事我也知道，什么是 pra， 就这样子一连串的，一个，上帝让我看见。可能你会觉得说，哇，这样好残忍哦，怎么那么残忍？可是，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很温暖，我感觉到有一股温暖。当我看到那一些，照理说应该是很不堪的那一些画面，我应该会很痛苦，我应该会不想再去看，我应该会停止祷告，走出我的房子，走出那个房间这样。可是，在那个当下，我觉得有一个温暖。我就一格这样看，因为我没办法控制嘛，不是我要看的，是上帝要我看，我没办法说停，你不要再看，不要再放了哈，这样。看到最后没有的时候，有一句话告诉我，上帝就对我说：“即便你是这么的不堪，我还是爱你，我还是接纳你。”我们的神是信实，是又真又美的神。牧师常常讲，不要随便放弃自己。我们常常在不对的人际关系当中，在扭曲的人际关系当中，从这个人际关系当中，我们在看自己，以至于我们也扭曲了我们自己的形象。我们只有在上帝面前，我们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才能恢复我们的形象，让我们的形象不再扭曲，让我们不再从错误的人际关系里面认识自己。我们要从上帝的眼光来认识自己，不要放弃，不要放弃任何扭曲的人际关系。在上帝里面，我们要先恢复跟上帝的关系。当我们可以好好的跟上帝面对面的时候，当我们可以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恢复我们跟他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好好的用一个正确的关系去面对我们周遭的人。好，最后牧师再带大家来思考说，朋友当面的责备跟提醒会锻炼我们，会把我们的杂质磨练出来。那同样的，朋友口中的称赞也会锻炼我们。我们看21节说：“鼎未炼银，炉未炼金，人的称赞也试炼人。”人的称赞其实也会试炼人类。我们人在跟人在互相赞美的时候，好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一不小心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上帝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耶稣在那个时候到底做了什么被上帝称赞？其实他那时候还没有做什么丰功伟业，在人的眼光来看他不过就是道成肉身啊，然后在木匠在约瑟玛利亚的照顾下这样的长大，渐渐成长啊，然后就长大了。然后就怎么样？走在路上，突然哇，天开了，然后上帝就说：“啊，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耶稣到底做了什么被上帝称赞？因为耶稣体贴上帝的心，耶稣体贴上帝，他希望众人都可以悔改归向他，亲近他。因为
关系？我们是罪恶，活在罪恶里面的罪人，我们怎么跟圣洁的上帝有联系、有连结呢？那就是必须要有一个代表，一个怎么样的事件发生，好叫我们的罪不再是罪，好叫我们的罪、我们的污秽，在上帝可以看为不算我们有罪。那就是耶稣，这是耶稣所做的。好，耶稣因着他体贴上帝的心意，然后被上帝称赞。若照这样的标准，我们又将如何被称赞？我们也应该如何去称赞别人？若我们是要按着外表呢，还是按着内心？是按着自己的喜欢，还是上帝的喜欢？我们是为了要得自己的荣耀，还是要把荣耀归给上帝？得了命，吃够就好。有一些不假思索、虚伪、浮夸，不是打从心里的赞美，容易让我们夺取上帝的荣耀，也容易让我们离开上帝。好，所以从今天的这段经文，其实短短的5节经文非常的丰富，有非常棒的提醒。什么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做怎样的朋友？我们要做怎样的人？我们要成为别人怎么样的朋友？真正的朋友会用心栽植信仰的根基，这是首先重要的。真正的朋友会帮助我们看见自己生命的状态。真正的朋友会把我们带向上帝。真正的朋友会在上帝的心意里称赞我们。真正的朋友不会轻看我们，不会嫌恶我们，也不会排挤我们。我们没有什么好丢脸的，因为最丢脸的事情，耶稣都帮我们担了。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好丢脸。真正的朋友愿意为我们的好处牺牲自己，而不是一昧的奉承讨好我们。耶稣不只是真正的朋友，他是最好的朋友。我们可以带给他人多少的益处？当我们在栽种无花果树的时候，当我们在用心栽培一段朋友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以带给别人多少的益处？那我们又可以接受多少的修剪跟磨练？或许我们现在跟某人的关系，这个某人可能不只是朋友，可能是家人，可能是同事，可能是同学，任何的关系。或许我们现在的关系正处在一个危险边缘，处在一个好像互相猜忌，就猜来猜去，或者在一个冷战的一个状态当中。弟兄姐妹，我们要先抓住耶稣，我们要先恢复自己的形象，我们要先恢复，让主耶稣告诉我们，告诉你们，你们是值得的，在主的爱里面，你们是被接纳的。如果有一些提醒，有一些声音让你不舒服，让你觉得很羞愧，让你觉得很丢脸，让你觉得你被打趴了，爬不起来，但是主他都会扶你起来。我们不要轻易放弃。一些朋友的关系不好，你可以放弃没有关系，但是不要放弃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因为他不只是真正的朋友，他是你最好的朋友，他会在你各样得时不得时，他都会在你的身边，他等着等着我们去亲近，等着我们去求问，等着我们去依靠，等着我们去牵起他的手。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一首诗歌，向你。主耶稣，我来寻求你的面，使我的心向你更深的相依。主耶稣，求你来听我声音，亲自安慰。
是值得我们去相信、去追寻的。主耶稣，主耶稣，我来寻求你的面，使我的心向你更深的向你。主耶稣，求你来替我生命，亲自安慰我心更深紧紧。张开手。
阿门。